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照着教会的日子，叫做中秋节的主日。对今仔日开始的一礼拜，也称作是受难周。受难周是咧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伫世间传福音最后的一礼拜所发生的情景，包括伊进入耶路撒冷城，伊互伊的学生出卖，伊被掠。伊被审判，落尾定死伫十字架，死埋葬。耶稣完成伊道成肉身，成做人子，传扬上帝国福音重要的使命。抑佫伊死3日了后，就是过日的主日，伊搁活为着救恩的工程来开展新的愿望。受难日甲着搁活节。通讲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介重要的2个节日。虽望咱即个时阵庆祝圣诞节，较侪庆祝搁活节，但是对信仰的深度、对信仰的本质来看，受难日甲搁活节是搁较重要的2个节日。耶稣受难甲着伊十字架死，通讲是奠定所有基督徒会通得救，也是无得救介重要的根基。若是搁活，是互咱得救的生命，会通成做得胜的生命。咱教会伫4月18日，就是拜5暗暝 Good Friday， 咱要举行 TM 甲 EM 联合的受难日的联合礼拜，咱来纪念耶稣基督伊死伫十字架顶。当咱伫4月20，咱也要举行圣诞节的庆祝的礼拜，来庆祝耶稣基督的搁活。今年的搁活节对咱的教会特别，因为咱拄伫35当前，咱的教会开始设教，所以伫今年度4月20的搁活节，也是咱设教35周年，咱感恩甲懊恼的一个礼拜。对着咱教会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请咱会记将4月20这一天，咱迄个时间就爱家排出来，互咱同齐来感谢上帝，也来懊恼上帝。今日称作是中秋节的主日，是因为耶稣伫骑驴仔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伊的门徒甲着济的群众，因手举中秋节，因喙来唱和散那，来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中秋伫整个圣经中间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无论直接也是间接，拢甲着咱的信仰有关联。通过了解中秋伊所象征的意义，会通帮助咱过一个更较有意思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节日。中秋伫巴勒斯坦，这是真普遍的一中秋，有的时阵也称作是早秋、野早秋。伊的树身非常的悬，会通悬到60到80尺。伊的树叶也非常的阔，非常的大叶，会通到4到6尺遮尔大。所以会通做真侪的用途，比如讲做树啊、做锁啊、做篮啊等等。伊的果子会通食咱英文叫做 dates 咱台语叫做椰枣树。你若去 Costco， 拢会通买到这不止好食。中秋伫圣经中间，甲伫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有真侪深刻的即个意涵伊的意义。咱会通对圣经中间来了解，到底中秋象征信仰什么款的意义？第一，中秋事实上甲女人有关联，甲姊妹有关联。中秋这个希伯来文，伊的名叫做塔玛，塔玛意思就是温柔。圣经内面有几个人，伊的名叫做塔玛伫雅各书这款咧描写男女中间爱情关系这本册中间，男主角咧懊恼女主角的时阵，伊安尼讲你的身材就敢若亲像中秋一样。姊妹，若是有兄弟甲你讲，你的身材亲像中秋一样，你就该笑一下。你莫讲你是讲我上过落雨还是上过散雨？这个中秋的意思是讲亭亭玉立，非常的温柔，相时非常的美丽。这是用来形容姊妹的一个用词。除了形容姊妹以外，伊嘛会通形容男子因为这个树身非常的直，
非常的悬哈，咱讲各直各悬，伊的树叶时常是青翠，所以也用来象征正直甲着公义。拄则金龙长老为着咱所读诗篇92篇有一个出名的诗句，安尼讲：义人要发旺，亲像樟树，伊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香碧树。既若栽伫耶和华的殿院，伊要兴旺，亲像一个樟树甲香碧树一样。就是到伫年老的时阵，伊犹原会通结果子，伊的叶会通满满，伊的色非常的青翠。这通显明，就是这段樟树这个樟树甲着香碧树，用来象征上帝的正直，然后伊会通成做咱的石盘。这是用来形容男子的公正甲着正义的一个象征的意义。那樟树因为树身非常的正直，同时美丽大方，抑阁有一项就是伊的生命非常的久长。上时佫会通结济济的果子，所以用来象征人的生命力。所以圣经中间有的时阵用樟树来象征生命树。所罗门王咧起圣殿的时阵，伫圣殿中间有刻一寡遮的图案，其中伫圣殿的壁甲着沿门顶悬，拢有刻即个樟树的图案。这是因为樟树一方面伊是代表水，代表公义，同时代表生命，所以会通成做一个水的一个图案，刻伫圣殿顶面。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这个樟树意义搁较深远。利未记内面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着爱守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叫做大寮仔节，咱中文叫做住棚节。伫利未记安尼记载讲。恁着爱守即个大寮仔节将即一天当作是一个圣的安息恁着爱守节日，拢总有7日。第一日，恁着爱挽树的果子，甲着樟树的樟树枝，然后甲暗树的碗，甲河边的柳，用这个来献伫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当时安那要守即个大寮仔节，因为以色列人因捌。伫埃及做奴隶，上帝引带因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到伫旷野的时阵，伫旷野的时阵，互因伫个所在大寮来带去，拢总有40冬久。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因的灵性的生命培养介重要的一段时期。所以伫即个旷野中间，迄个所在无有厝，无有其他徛起的所在，所以因着爱住伫即个寮内底。所以迄段时期叫做大寮仔节就是咧纪念这段的时间，因的祖先、因的先祖对奴隶得到自由，伫旷野咧漂流的时期中间，咧成做一个大寮的一个节期。所以用这个节期中间来纪念上帝，感谢上帝带予因对做奴隶得到自由，是旷野咧漂流的时阵，悠然一步一步咧引带因带领因。这是大寮也是讲樟树，伫因的大寮节中间，成做一个足要紧的一个项目因着爱挽即个樟树枝，然后将即个樟树枝放伫即个寮的顶悬，然后做伊的平。除了伫圣经中间有遮个意义以外，樟树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也阁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伊象征胜利甲着光明。咱知咱的旧约到伫马拉基书就结束，然后到伫马太福音书开始新约圣经。伫即个旧约圣经到伫新约圣经中间，将近有400冬久。伫这400冬久中间，以色列人中间因也发生侪因的历史甲因的要紧的事件。其中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叫做马加比的起义，也是讲马加比的一个革命。这是发生伫公元前168年到160年中间。咱的圣经无记载，不过天主教的圣经中间有一卷的册叫做《马加比书》就是专门来记载这段期间内面所发生的代志。伫这段时间中间，犹太人因是受到殖民因互这个塞琉古的帝国有一个王叫做安提阿科四世。
统治。啊，即个安提阿哥四世伊统治即个塞琉古的即个帝国就是对希腊分裂了后的一个大帝国。然后巴勒斯坦当初是犹太人，拢真做伫即个帝国版图下面受统治的百姓。当安提阿哥四世伊咧统治的时阵，伊进行一个强烈的一个希腊文化的即种推广，所以禁止其他的民族，特别包括以色列人，恁原本的宗教拢爱停止，恁袂使去敬拜恁的神明，恁所有宗教仪式拢爱改变。因强迫因袂通搁再敬拜耶和华上帝，就爱拜希腊所有者的偶像。因甚至将耶路撒冷的圣殿，甲伊改换，内面甲伊放一个宙斯的圣殿。所以圣殿敬拜耶和华的圣殿，变做敬拜希腊宙斯的一个圣殿。啊，搁一项代志，互犹太人绝对无法度原谅的，就是因伫圣殿内面开猪，然后献猪肉。到着济无洁净的精生诚做祭物，因若禁止因袂使为着囡仔行割礼，禁止因来守安息日，等等所有犹太人原本因的宗教的信仰，完全拢爱受到迫害，然后袂通继续因的信仰。这甲咱知影，伫中国最近足侪教会十字架袂使，拢爱将十字架给拆掉。你若要参加聚会。伫迄个所在，你牧师的讲道爱经过共产党的这书记伫这所在检查了，你才会通去你讲道。你若是讲道批评着这个统治者，你就有性命的危险。这种宗教的迫害，咱无法度去想象，到伫21世纪的时代，悠然伫咱的世界中间悠然的发生。当伫两约期间，犹太人因所经验到的，当初是伫这种宗教的迫害。即个安提阿哥四世，毋仅是推行所有者的活动，像是伊互伊家己一个名，伊互家己的名叫做 Epiphanes。Epiphanes 意思讲彰显上帝荣耀的人。不过犹太人非常讨厌伊，所以无甲伊称作 Epiphanes， 甲伊称作 Epimenes。Epimenes 就是笑的伊认为伊家己是咧彰显上帝荣耀，但是事实上。济人来看，伊是亲像一个小的共款。但犹太人伫即种宗教的迫害下面，因起来反抗安提阿哥四世的统治，甲着对着宗教即种大的迫害，所以当初时爆发即种马加比的革命，还是讲马加比的起义。其中有一个大祭司，伊名叫做马他提亚，伊带领伊5个囡仔，伊5个后生，即5个后生。甲因老爸同齐起来抗争，伊老爸死了后，这囡仔继续来抗争。这5个囝中间，其中有一位叫做犹大马加比，这是第3囝。咱嘛看到犹大，就讲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犹太人足侪名拢叫做犹大但这个犹大马加比是当初时非常有军事天才的一个青年人，伊带领一寡这个游骑兵，然后拍赢。当初时，即个塞琉古即个正式的军队一届搁一届战争的胜利其中有一届的战争叫做以马忤斯的战争。以马忤斯就是耶稣搁活了后，甲2个门徒行去以马忤斯迄个所在。伫当初时，伊是一个古战场。但伫迄个所在，犹大马加比得到非常大的一个胜利，决定性的一个胜利。当伊得到这个胜利的时阵，伊心袂禁止。吟诗篇118篇，兄弟姊妹，咱有时间倒去会通来读这个诗篇118篇。伫这个诗篇118篇的这个诗句内面，伊安尼讲：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就是伫这款宗教受迫害的时阵，犹太人犹原感受到上帝的慈爱，甲因三角伫地。马加比线接，毋仅是得到这场胜利，将这个塞琉古这个军队给赶出，然后伊来恢复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城，上时佮进入到了圣殿。当进入到了圣殿的时阵，伊心内受足大的感动，因为长久以来，伫这个安提阿哥是4世的时阵，这个圣殿已经差不多被毁坏。内面侪重要者的器具拢被搬走，重要者的器具被搬走，然后迄所在所采的是偶像，
然后伫个所在所祭拜是无清气的祭物，所以伊立志伫即个所在清气圣殿。清气圣殿了后，也将即个圣殿顶头来奉献给上帝。所以即一天，伊也称作是即个修殿节，也是即个献殿节。然后特别做一项要紧的代志，就是点倒金灯台。咱知伫即个圣殿中间非常要紧，即个圣殿内面原本是暗漆漆，总是你将即个金灯台的火点倒的时阵，马上规个圣殿内面会通显明即个光明。这是犹太人落尾伫整个犹太宗教内底重要的一个节期，叫做修殿节，也是献殿节，也是称作光明节。伫当初时，才得到战争胜利的以色列人，因欢欢喜喜伫个所在守节8日，就敢若亲像因伫守大寮仔节共款，因摕着棕树枝伫个所在来举即个树枝伫个所在来压，伫个所在来表示因心内欢喜。因也吟诗，就是吟诗118篇，诗篇118篇，伫个所在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互因长久伫即个迫害中间，总是因会通顶头得到光明。马加比革命的成功，建立独立的即个以色列国叫做哈斯摩尼王朝，拢总维持拢总有104年遮尔久。可惜，只要是政治，只要是人间的政治，若失去宗教的精神、宗教的信仰的时阵，落尾政治拢会变做政权独立。所以，即个王朝中间共款，亲像以色列人伫王记内面、历代志内面，所有遮国王共款，侪侪拢会拄着腐败，落尾由原来斗争，最后是互罗马帝国伫个所在来改变无。总是有这段历史，所以伫犹太人的信仰中间，即个棕树枝就搁开始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除了咱拄仔所讲的，亲像女子共款，亭亭玉立、美丽大方；亲像一个男子共款，正直公义；亲像咱头所讲的，伊充满了生命力以外，也搁有所谓的胜利。因为代表马加比宗教，迄个宗教改革，也是讲伫迄个所在所做的胜利的一个成果，也搁有就是代表光明。光明落尾会通镇压黑暗，清气会通镇压无清气，属灵会通镇压属世。犹太政权会通抗赢伫遮的外来统治的政权，这是对着犹太宗教来讲，棕树枝伊所代表的意义。当咱了解遮个圣经，旧约圣经中间，到伫犹太人遮个历史中间，咱愈会通来了解，当耶稣伫伊最后一礼拜进入耶路撒冷城时阵，遮个群众因所做的动作，会代表的意义。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时阵，遮个群众因手举棕树枝，然后因喙笑和散那，拄亲像咱拄则所读的诗篇118篇所做的代志。拄亲像当初时，遮个犹太人因得到胜利的时阵，迎接即个犹大马加比的军队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共款，因咧期待一项事，因看见耶稣会通行一个新约甲奇事，因看见耶稣所传的国是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因期待耶稣会通亲像马加比王朝的君王，会通来带领当初时以色列百姓。当初时因是伫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希望伊会通来做王、做君王，然后来抗赢伫罗马帝国，来恢复因的民族的独立，来恢复因民族的自由。拢是伫遮咱爱特别注意，就是讲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伊知影伊要做弥赛亚，总是遮个群众所期待的弥赛亚、所期待基督，甲耶稣心内所知影，伊要做基督、做弥赛亚，是毋是有共款？也是遮个百姓，遮当初时犹太人，包括遮个门徒在内，因咧了解，因咧期待的即个王，即个弥赛亚王，即个基督做王，甲着耶稣，伊知影伊家己的使命是无共款。何塞那即个字伫咱今仔所读即个经文中间，就非常的要紧。伊原本即个字是希伯来文中间的两个字所构成，一字叫做拯救，一字叫做困求。所以合作的意思是讲，我困求你，
这个时阵来拯救阮。咱会通了解，伫当初时受迫害的时阵，因期待上帝的拯救会临到伫因中间。诗篇118篇25节到26节是出现这段经文中间介重要，何塞那这个字介重要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安尼讲：耶和华但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互阮会通发达，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阮要对耶和华的厝来甲你祝福这是整个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时阵，这百姓因想起到伫马加比的革命，因想起到伫旧约的大寮节这经验，因想起到伫樟树枝所象征的意义，所以因举樟树枝，因喙伫这个所在来讲，何塞那，愿恳求上帝，你带来阮真实的拯救。这个诗篇你若来看顶悬的意思，伊特别有一个标题，讲因为胜利来感谢耶和华的一个诗篇，诗篇118篇。伊本质上嘛是一个民族的感谢的诗篇，因为感谢上帝带互因拯救，会通脱离对敌的手。当犹太人对被掠的巴比伦人巴比伦地，搁再倒来到伫因的故乡。因随往拄到这遮택害，特别是对撒玛利亚人甲当地人强烈一个反对，总是伫所罗巴伯甲尼希米的带领下面，因重建耶路撒冷城，因重建圣殿。伫重建圣殿了后，因举行这个大寮节，就是吟这首的诗歌，诗篇118篇，然后伫遐来感谢上帝。拄则咱所讲，伫公元前168年到160年中间，这个马加比的起义成功了后，搁一届来清殿这个圣殿，犹太人也伫个所在来吟诗篇118篇，伫个所在来过修殿节，来过光明节。诗篇118篇，喙来唱和散那，手来举樟树枝，这是当初时因来表达因对上帝的感谢，到着俄乐。抑个非常要紧的。对着基督教信仰来讲，这首的诗篇也是称作是弥赛亚预言。弥赛亚意思就是基督，弥赛亚预言的一个诗篇。因为这个诗篇中间预言，就是迄个要临到伫这个世间的救主基督弥赛亚，伊是要用君王的身份来到伫中间，伊要来建立和平甲荣光的上帝国。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耶稣伊知。这种的使命，若是耶稣的门徒看见耶稣甲因同齐做伙时阵所传上帝国福音，所行一这的信业甲奇事，因的心就不知欢喜，因也感觉时间已经到，但耶稣基督会通来做王。所以伫迄个时阵，也大声学了讲，伫主的名来的王应该得到学了，伫天灵有和平，要归伫至高者的荣光。当未少耶路撒冷城的这群众，伊嘛听见耶稣的名，伊嘛欢迎耶稣伫这个所在来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所以因主动将因所穿的衫铺伫路顶，然后因也樟树枝来表达因讲，若是耶稣来做王，阮也欢喜来耶稣来做阮的王。因此安尼讲，何塞那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学乐。通过这个门徒甲着群众来表达。当初是因心内的一个愿望有真正的自由，愿望真正会当伫政治上会当得到独立。因期待耶稣做君王，会通带予以色列人的民族整个的复兴。抑个因所期待的基督，是一个会通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君王，一个通亲像过去的大笔，所以耶稣基督亲做大笔的子孙，会通亲像大笔王同款。会通亲像犹大马加比同款，有军事的力量，会通带领犹太人来推翻罗马帝国当初时的统治，会通取得军事上甲政治上的胜利。这是当初时因的心、因的期待，甲着因的愿望。总是这款的期待，敢是耶稣对家己的期待？这款的愿望，敢是耶稣认定伊家己应该完成的一个愿望？当这群众甲这门徒咧吟和散那的诗歌，传递到伫耶稣的耳孔中间的时阵，耶稣心内
不知济济的感触。群众所了解的弥赛亚，所了解的救主，所了解的基督，甲着伊对着家己做一个基督弥赛亚这款的身份，所要实践的使命，实在也阁有足大的距离。何塞那是一个呼求拯救的声音。如果这个声音若落尾行伫一个矮小的民族主义，犹太人所讲的锡安主义，那呢，最后的结果就是民族甲民族中间冤冤相报，无一个结局。总是要何塞那嘛会通成做一个超越伫民族主义之上，会通国民族和平相处带来的拯救甲和平。圣经甲咱讲，上帝所要拯救的拯救恩对犹太人出，上帝确实有要拯救以色列民族，但是上帝毋是干那要拯救以色列民族，基督是为着万百姓，伊是要互万民的一个福音，所以除了拯救以色列民族以外，也要拯救所有民族。耶稣所讲的上帝国，耶稣所行所做的代志，甲咱讲了非常的清楚。伊做一个基督，伊做一个弥赛亚，伊所带来拯救，毋是要陷落伫民族主义内面，伊是要互全人类会通得到拯救。伊所要进行的革命，毋是一个军事武力的一个战争，也是宗教、政治斗争的一个革命。伊所要进行的一个革命，是人的内心真实悔改、心灵悔改、生命得到换新这种的革命。心灵的革命会通带动社会改革，会通带动政治的改革，但是心灵的改革袂通等于政治的改革，也是社会改革。若无到伫落尾，会亲像马加比的即个改革了后，经过100多久了后，犹原陷落伫政治斗争的一个艰苦。宗教介危险的所在，就是甲政治结合；宗教介危险的所在，就是甲一个民族主义结合。当宗教甲政治甲民族主义结合做伙的时阵，伊会成做迫害其他的民族、迫害其他的宗教徒的一种的力量。这是咱爱特别注意的一项代志。当耶稣伫即个最后受难周的这一天，就是即个棕树枝的节日中间，伊骑着驴仔来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伊甲即个犹大马加比无共款，犹大马加比伊是军事的将领，伊是骑着马来进入耶路撒冷城。但是耶稣伊毋是骑马，伊是骑着驴仔来进入耶路撒冷城。讲较正确来讲，毋是干那驴仔，伊是骑一个驴仔囝。即个驴仔伊的身悬非常的矮，差不多75公分，无亲像马遮尔大只，看起来遮尔雄壮。如果讲马，那代表的是战争的武力，特别是伫古早，若要战争，拢爱靠马力。若是安尼，驴仔所象征的是谦卑甲和平。伫犹太人因的历史中间，驴仔是常常被使用。总是除非若是要长途来旅行，也是讲你有足大的即个行李，那安尼你根本你旅行的时阵是无需要骑驴仔。驴仔通常是行非常远的路途，也是讲你需要载真重的物件，你靠有需要即个驴仔。而且骑驴仔毋是真爽快的代志，因为驴仔的脚趾片非常的粗，伊的毛阁非常的硬，也阁有伊身躯的味也较出歹闻。所以骑驴仔无爽快。咱看伫这段经文中间，讲这门徒要互耶稣骑驴仔进前，就将因的衫搭伫这个驴仔的脚趾边，因为迄个驴仔骑起来无遐尼爽快。但耶稣甲着门徒捌几啊届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当因传道的时阵，因是用行路的。到伫耶路撒冷城内面，通常嘛是用行路进入耶路撒冷城。总是伫这一届，耶稣知影时间已经到。当伊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伊做一个决定，毋是要用行的，未去到耶路撒冷城，伊是要骑驴仔来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上时，伊阁吩咐伊的门徒，恁着到某一个所在，伫遐有一只驴仔伫迄个所在，恁着将迄只驴仔牵来，互我骑。但耶稣是安怎？即届伊无爱用行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伊决定要骑驴仔来进入耶路撒冷城。
这甲着耶稣，伊对着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特别的关联。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有一段关于基督、关于弥赛亚的一段预言，安尼讲：锡安的查某囝，恁着大阵来欢喜；要着撒冷城的查某囝，恁着出欢喜的声，看你的王来上群你，伊是公义，佮行拯救，温柔，佮徛着驴仔。甲驴仔所生的驴仔囝来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段经文是旧约圣经中间关的也基督正做君王进入耶路撒冷城，介清楚的一段经文。耶稣在时间已经到，但伊即届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头前等候伊的是苦难，头前等候伊的是死亡。伊要成就正做弥赛亚一个使命。伊介起头就爱经历即种的死亡，甲着所拄着遮的苦难。耶稣骑着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拄要回应撒迦利亚即个先知所做即种的预言。伊也是咧公开来宣布：我就是弥赛亚，我是基督，是上帝派我来到伫恁中间，要带来公义甲和平。但是我所带来公义甲和平，毋是要发动军事的战争。我毋是军事的弥赛亚，我毋是君王啊，这个政治君王的这个弥赛亚。我所要带来的是人命的改变，真实的悔改归向上帝心灵的改革。毋是要进行政治斗争革命的弥赛亚，是要拯救世间人会通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黑暗关系的弥赛亚。所要拯救的毋是干那以色列百姓，所要拯救的是既然上帝所创造的人。当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要度过伊最后的一礼拜，咱对今仔开始就是咧纪念这一礼拜。耶稣决意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来实现伊做基督、做弥赛亚、君王这种身份。伊知影头前有十字架的苦难甲死亡咧等候伊，总是伊搁较知影，伫这个苦难甲死亡的后壁，有搁较大的荣耀咧等候伊。伊知影门徒甲遮群众，即个时阵还无完全了解、真正明白基督弥赛亚奉主的名来，即个基督弥赛亚所要带来拯救是种什么款的拯救？因检测所期待的是亲像大卫君王、亲像马加比君王即种的拯救，总是耶稣伊所要带来拯救，毋是安尼。耶稣搁较知影，当伊要完成的使命的时阵，伊所要做的代志。毋是因心内原本所期待，但是伊知，当伊若完成真正十字架救恩的时阵，会愈来愈多的人，毋仅是干那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人以外遮的外邦人，会通愈来愈知奉主的名来的基督的意义是啥物货。头前十字架的苦难在等候伊，伊骑着驴仔一步一步来往前行，行过遐个手摕着樟树枝，喙咧吟何刹那遮的灵魂，总是这个和平的灵魂，伊知影伊来毋是要用武力来征服，伊是要用疼甲受苦，通过十字架的苦难甲死亡来征服罪恶、死亡甲黑暗势力的关系。十字架是耶稣伫这个世间最后的一站，总是嘛是伊国我介重要一个转折点。若无十字架死，这个国我就无意义。耶稣并无停止伫十字架的苦难甲死亡，伊也无互军队伊相信的人落尾干那经历苦难甲死亡。伊是家己先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甲死亡，要行往真正的得胜甲永活。同时也要带领所有相信伊的人、军队伊的人，会通经过苦难，会通经过死亡，真正得到胜利，甲着永远的生命。启示了，甲咱讲一个要紧的一个异象，关于上帝国的一个异象。启示了作者伊安尼讲：我要看去，我有看去，将来有一大群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来得救的人。但伊毋是聚集伫耶路撒冷城，地面上耶路撒冷城，伊是聚集伫天顶的耶路撒冷城。这大群人中间，毋是干那以色列人。中间有以色列人，总是毋是干那以色列人，是对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地方
来到伫这个所在聚集，因要徛起伫宝座上帝宝座甲迄个受台的羊羔的头前，因身穿白衫，因手举即个棕树枝，因大声伫迄个所在喊话讲：愿救恩归伫坐伫宝座咱的上帝，也归伫迄个为着咱来死伫十字架顶的迄个上帝的羊羔耶稣基督。我即个讲，伫启示录即个作家伊所看到天顶的异象，耶路撒冷天顶耶路撒冷的异象，上帝国异象，伫迄个所在有棕树。毋但即个地面上有棕树，伫天顶也有即个棕树。拍算天顶的棕树，比即个地面上的棕树，搁较是亭亭玉立、美丽温柔、高高直立，上时正直，上时会通结济济果子，充满了活命。摕着即个棕树枝的人，因的心内也的确充满了感恩，因为伊去经验到上帝的拯救。因也充满了欢喜，因为知上帝毋是干那互因经过苦难，互因伫死亡内底，是要带领因真正得到胜利，得到拯救。伫迄个所在，因要纪念十字架羊羔为着因所完成的救恩，因在庆祝即个十字架羊羔已经得到胜利，会通成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大家亲爱兄弟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这段经文的时阵，你是毋是有安尼想？你将来是毋是也是这群得救的人中间其中的一位？你是毋是也手会通举着棕树枝？你的喙伫迄个所在来吟唱和散那，救恩临到伫阮。咱抑阁活伫即个世间的日子，咱每一届咧过即个棕树节的即个节期的时阵，咱会通找一个时间，好好去欣赏即个棕树，看即个棕树是毋是真正是亭亭玉立、美丽大方。看即个棕树是毋是真像正直，非常的正直，会通显明即种的公义。咱有机会去 Costco 的时阵，检查会通买一个 dates 买一个椰枣来食看卖啊，是毋是非常的甜，亲像蜜共款？咱的心是毋是也会通伫咧看即个棕树的时阵，咱的喙内底有一句话：好撒那，好撒那，上帝啊，愿你的拯救临到。当咱伫即个棕树在主日的时阵，咱是毋是也拍开咱心灵的一个城门？咱的心就敢若亲像一座城，咱拍开咱心灵即个城门，咱要迎接迄个和平的君王，伊谦卑进入到伫你内面，伊要来，伊要带来真正的和平，伊要带来真正的拯救。兄弟姊妹，伫即个棕树枝的主日内底，请咱会通通过棕树枝。伊所象征遮尔济的意义，咱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来对伊讲：主啊，求你来，求你来拯救，现主时带来拯救。互我的内心内面，毋是干那我咧活，是我的内心内面有一个和平的君王，甲我同齐大，才能同心来祈祷。和散那，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娱乐。我们要拍开阮心灵的城门，来迎接基督进入。荣耀的君王，请你来，带来拯救，带来和平。阮的心有混乱，阮的心有惊吓，阮的心有受着迫害，阮需要对你得到拯救。求你来救阮脱离罪恶的颠簸，求你来带领阮进入苦难，然后会通赢过苦难。求你来带来医治。求阮脱离白痛的折磨，求你来带来光明，互阮的心无活伫黑暗内底。和散那，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感谢，因为你伫十字架顶，为着阮的过失来受伤，为着阮的罪过你受拍，你担当刑罚，是要互阮得到平安；你受鞭拍，要阮会通得到医好。和散那，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基督，阮的心要学乐你，阮的心要感谢你，求你来，和散那，求你现主时来拯救，求你来现主时进入阮心灵的城门。和散那，和散那，求你来，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